全票打飞这个6号。有没有中立凭一下票给你赢？6号把10号暗算。我能帮忙，我是中立，我帮你们票4号。啊，3号你投错了吗？怎么回事啊？为什么1号身上只有2票啊？3号我们还有机会，这4号离线了，我们投这个9号，我们2个。2号你还没有看出来吗？我没有意思要帮你们坏蛋，直接票2就行了。笑死我了，小丑竟是你自己，你不会真以为我是中立吧？